接下来下一首歌，请我的子女林世安请上台好吗？这首歌在去年原配比赛上，我们毫无感觉，不小心我们唱了这首歌比赛，然后我们不晓得我们到底第几名，我们领颁奖的时候，跟我们的团长还在后面分槟榔吃这样。 有好几台摄影机在下面，如果在那个，我就是加嘴巴这样。结果他公布第一名是我们乐团的时候，我左手边这个是第一个冲出来的，很感动。然后我们其他人是吓傻在，槟榔本来在嚼就好，只留下来。因为没想到会冠军啊，因为所谓的原配就是比原住民族语乐团大赛。 他必须要有，至少要有一首全族语，然后我觉得这是很难的机会，因为现在敢讲自己语言的话的孩子已经越来越少，可是又敢把歌写成自己的母语，最熟悉的母语，那又更少。我这样讲不是在夸奖我自己，而是说很开心有这个平台可以让我们交流，有越来越多跟我一样的人在做一样的事情，这样。 有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好的语言都不知道，我们算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好，讲太严肃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要珍惜我们所拥有的，好不好？好。明年选2号，好不好？好。来介绍一下我的子女媳妇，拍手妈妈。实际上他也不知道他上来要干嘛。我们今天的表演是都在随便抓路人上来。 这个麦克风有点感情，为大家带来这首名字的《潜水》。